各位早晨，酷熱天氣警告已經發出㗎啦。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最高氣温介乎27.9至29.9度。至於最低氣温係介乎26.6至29度。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㗎。預測方面，大致天晴，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日間酷熱，最高氣温大約34度，吹和緩西南風。未來2、3日持續酷熱，局部地區有驟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同埋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2啊，強度屬於極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多雲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，上海落雨，北京多雲，瀋陽落雨，首爾多雲，大阪、東京多雲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雷暴，多倫多驟雨，倫敦天晴，巴黎天晴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蘇黎世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